福建署调查，在国中甲高中有挖三社的学生呢，是生活伫离手薰的环境当中。医师就来指出讲，这离手薰呢会影响到咱的呼吸道，也会增加得到肺癌的风险。甚至这薰呢留伫个衫裤，也是讲加固这环境的三手薰，嘛会影响到咱的健康。就连厝内这狗仔甲猫仔嘛同款的受害。 食薰会影响健康，就算囡仔、少年家无食薰，但厝内若有人食薰，这个囡仔健康嘛会受到威胁。根据国建署民国112年的食薰行为调查，国中生含高中生受到家庭中离手薰影响的比例是26%左右，等于有我3成的少年家生活伫离手薰的环境当中。 不是只有成人哈，一般人会受到这个二手烟、三手烟的危害，连我们家里的毛小孩也有将近1/3以上哈，他们也在这种空污啊，就是家庭空污的这个危害中哈。二手烟它是影响到全身体，那我们当然一般的话，常常会注意到就是心血管疾病，还有就是那个肺部的疾病。 医生指出，离手薰会影响气管，嘛会增加得到肺癌的风险，甚至三手薰嘛会影响健康，连厝内的狗仔、甲猫仔嘛拢会受害。你还要小心三手烟。三手烟就是你烟熄掉之后呢，你的毛发、你的衣服，你跑回来抱小孩，小孩闻还是觉得这个臭臭的。像猫喜欢舔它的毛发，所以它其实就无形中会把这些尼古丁啊、这些烟油啊，其实都全部都吃进去了。所以对猫儿来讲的话，其实猫比较会常见到是口腔的癌症，所以。 那对狗而言的话，我们就会比较常看到它是一些肺部的刺激，或是肺部的肿瘤，或是呼吸道、鼻腔的一些肿瘤的问题。国建署为着鼓励民众解薰，有提供真侪免费的解薰服务，呼吁民众为着厝内人和动物伴的健康，爱赶紧解薰。记者陈心东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